葡萄酒本赤土全国界土地，是印尼关西港的南洋。从葡萄酒界首府古晋，顺电沙拉热河向内陆行。一只客家庄头经过西进、港中到新窑湾列岛发展起来。上轻易，三遍天涯喝酒，爱在谁人不知道，打了哈欠，空在开水地背，你条西南街地方，爱想起阿妹，欢喜街木子。新窑湾到沙拉热河恒顺一带双双博太水的沙布洞，到荡起的沙伦布山下，后有山前有巷，庄头开始发展起来。花园的庄头主要是好坡来的行人，差不多是新窑湾人的3个月。正月办年宵，庄头让来人烟多、最闹热嘅活动，阿娘有庄。庄头北上几乎嘅食材，到希望进修室代山切海。了到食材，饮食是会变关键样有庄嘅点心。天门讲，大家切切剁剁，听出日本关键样嘅心意，准时上作。处理好嘅食材加入爸爸咖喱粉，豆腐皮料高丽菜较强下。马铃薯料葱头加落去入味。新窑湾人等茶盘的料理，是系一锅又风又辣又香嘅咖喱。
白菜、菜肉、木米捞菜头，变出一个包几千只都市的炒面。地脚出面海南庄，新窑湾天灾不断，观音菩萨是百姓心度最重要的寄托。百姓向观音样安阳。祈求安阳比有离开故乡打拼的行人，不管是到天然，也是矿山，到了热带的土地上安心立命。天蒙蒙讲，已经有信众来迎接安阳。虽然讲嘅安阳吼係800年嘅歷史嘛吼，從往北上一抬到呢下已經5抬到6抬了吼，所以講呢個安陽嘅信仰係我哋新窑灣最高的信仰中心啊。在這個慶典裡面，大家都是沒有宗教的歧視啊，歡迎打八蹦蹦、拉賓友哈，那些少數原住民都要參加那個慶典。從呢個慶典裡邊嚟看啊，帶來民族和諧哈，社會平安啊，安陽保佑平安。安阳对孙日强苗片出发，爱去北港门第一天。北港门是系八只庄头。锣鼓迎天，大家天然安阳，闹热渐渐行出路街，开始日益界发动。安阳韩国嘅土地合建平安，本安阳必要下反映到新窑湾日来日发展。800年前到沙拉日好恒顺，气候介入，岩石事变估进到石龙门之间最重要嘅所在。大家可能會對頭下講嘅地名冇幾熟悉。簡單講，新窑灣是係一隻山樹到山樹之間嘅莊頭，地面差唔多有8000沙。8年後到了下，新窑灣雖然冇像頭擺咁鬧熱，不過還係當地人上上下下。用了人的店度，太熱太熱，人客本很多。有熱鬧熱的外莊人，有沒有自家莊頭轉來的人？
大家總係啱啱講，裝頭嘅原因係對咖啡店開始。一杯3升涼茶，一碗咕嚕麵，也係一碗阿達湯麵。翻到呢點嘅解説，先有萬人嘅三餐，偷到每時係赤土熱帶來嘅甜蜜。先有灣嘅甜來自海岸楓樹林度嘅阿達湯。對台灣人來講，阿達樹應該淺生款，最多啲其實係度嘅摸摸渣渣啲白度為了到嘅拍槍果肉。唔過到沙拉熱嘅染粉天氣，阿達樹上到黏黏，慢來是看得到。大個子自拍。阿達樹從一叢太中間，站下樹頭流出來嘅唔係血，係一滴一滴嘅蜜湯。Mula-mula pukul 6 pagi, kita ambil dia, kita kutip. Kemudian lepas kita kutip, kita terus masak dia lah. Prosesnya tidak banyak. Ini pokok bukan tanam, dia semula jadi. Ini saya sendiri yang punya. Dalam satu hari kita dapat buat paling banyaklah dalam 30 kg, yang paling sedikitnya dalam 15 kg.收拾熱杯湯，愛當橋，愛等幾百人人要熱鑊。Kalau satu hari boleh kita dapat dalam 200 ringgit Malaysia lah. 阿達樹年到屋度見膠見鳥，食水見來見淺，甜甜嘅梅土混到幾草楓樹那。鋪阿達湯係淺重柔嘅工作，佢係葡萄酒裡面生發嘅必須。有味係先要灣嘅必須，有兩份甜醬油料理。日料變闊，到背肚搭起水晶pan架，甜蜜粗帶。連年大東岸，風叉鋪檔，飯屋總共30樓。
日屬油、一粒芥蘭、幾片隨風插手，到大火度吸收鑊氣。油油汪汪嘅麵條，過水落鑊，到充電人嘅鑊度跳上跌落。加熱熟芋頭肉，顯出標準嘅古通色。炸個淋熱湯絲阿搭湯，食水變到很流糊，到鑊氣十足嘅鑊度，滾下個幾擺，麵條是有甜蜜嘅焦湯香。鹹度有甜，甜度沒有鹹。油油軟軟嘅咕嚕米，貴炸變到水氣沖天嘅鑊度。煮麵嘅下都好來咩醬料，灼上灼下，熱下燒熱下冷，肥啊肥的口感是冇強容的。蜜汁插手嘅進化，添粉、風葱頭，夾好監色嘅醬料，並落熱炸麵，並到老肉插手，最尾炸個加到香菜蔥拍，是有一定嘅水準嘅。係嗌冇講差，所有老新亞灣嘅故事，全部係對一間咖啡店、一碗麵、一杯30年茶講起時。熱心共從事務嘅來勢鄉，到新亞灣係德國網衝嘅大路，咖啡店啲擺度大家嫌機跳價，到新亞灣嘅街頭大家嫌機本咕嚕，意思是係地方嘅挑人。佢見證過沙拉熱好嘅起起落落，見證過安樣嘅必要。未見證過佢做出嘅料理，變身冇人唔知嘅美食。人工當腳工，我們客家人的成語啊，條街都係矮，鼓勵也係矮。啊，以前我們很喜歡賭萬字票，一中萬字票的時候，就大家出一條羊，煮來大家分享。過後我就發現了這個原住民的這個 recipe 很好哦。我就自創這個沙鍋羊肉哈。煮一鍋羊肉，愛托特別的熱的。這個 market 你看一下，去里的市場很大哈，它的交易量跟我們的新亞灣省鎮完全差得很遠哈。那你們不會想要來這裡發展嗎？人各有志啦哈，我應該在我的家鄉去發揮我小小的生意啊，這邊呢都是很多人才。當然，因為搞彩票讓多錢，本咕嚕是去一條讓，老隔壁鄰舍慶祝，也帶有千枚嘅羊肉，沙邊到中途難忘嘅滋味。促中間調挨挨，羊肉變到本咕嚕嘅座頭檔，變出新出事。香茅老薑媽先落鑊，安樣先香搭嘅梅頭暫為完全滲入香油度，到發發嘅鑊度使熱啲味兒，變落風葱、蒜也到香料。天然落鑊嘅肉，大馬古代，反正飲到錢，放射太出手。酸甜嘅卤麥，
富人喷喷嘅咸菜。平岛头办酱，本人想起台湾广山养育嘅说法，最好嘅媒图用最简单嘅方式表达。一碗本咕噜养育汤，用发酵到酸料嘅食材打底，用香料肉菜抹剔潮sauce，用大大只嘅铁鑊點出樂暢歡喜。在起锅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体验这个羊会不会顺口吃来，会不会润。如果顾客吃得润，他一定会去投诉。如果你煮得太烂，顾客一进口，他讲太烂。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啦。这个羊肉是自创的啦，啊。天然随时增加，本咕噜冇办法从后上跳，做得青菜上山落海。这下，佢对新药丸的感情、责任、韩国料理，慢慢交本后上日台。这是地方，几道路街开一间餐厅，新药丸台式设施及亲友程度。这是违建，几道路街卖路只老 ABC， 对减美污染学到做人老主席的道理。这是海滨，到路街开一间陪饮店。监督到饮食点开设计的进取立场，也是市民到路街开一间人物店，于是人物反省嘅人，金山云山唔当人物欣赏。呢条系新药丸保持青春嘅法律源头。打猎菜式是新药丸人料理独家美食的方法之一。半天果的竹排虾，柔柔嘅竹笋淡出头，本那连别人到笋果嘅地方发现。浸竹熬笋唔系佢嘅專業，不過要做出阿美嘅味道，就要是阿美嘅鐵板牆教。这个每天早上我都要早早要煮我这个，一个星期一次这样。我平常都没有了，早上我准备那些料给他们做了。日出竹笋温煮脚是做得展开日常料理眼头会。大腸竹笋係樣板切，是有各種做法。煮腳竹笋冷水落鑊，慢慢烚，撈血水腐蝕濕鐵。姜麻、香菇、撈桂殼蒜頭仁落鑊炒。煮腳竹笋呢道菜呢，係因為客人早期呢都係吃菜好郊區啊，多數都係務農啊，種竹啊。竹笋最普遍的，所以竹笋打了之後，亦都變咗竹腳一煲啊，都啱好食。所以每家戶戶都係煮。
我泡泡滚，腰到律律出，头腰上色，日出家家户户相见嘅竹笋温主角何相作呢？日出菜对台湾到新鸟湾冇幾多年，連阿美是認唔出來咧。其實客家小炒嚟到菜式呢，係從台灣學嘅。在我們回訪台灣的時候，我們去吃飯，只要是客家餐廳，你都會看到有客家小炒。那時候去的時候，就是吃了之後，我記憶中它是這樣嘛，所以回來之後就試做的時候，可能做的就偏掉了，偏掉之後這裡人又接受，所以就照着我們現在的做法，其實是有一點改變的。三青肉、腰五、芹菜、筍呢，雖然新鳥灣唔係按常見，不過還係親有儀式感。細細隻嘅腰五乾，裊裊嘅海梅，潮掃，處理起來很勞難。為做出台灣烏頭乾絲毛眼蓋，將潮用當地嘅白頭乾來加工，用腰煎到酥酥旺旺，有一啲啲強烈。白豬肉、白頭乾、落腰五、芹菜、筍呢，秘訣係愛啉烏頭肉，深深嘅烏色。符合菜地美食嘅經驗，無所抵達。新鳥灣雖然強種食材，不過還係真多事情來修理。山岩沒落，交通改圖，人口細走。新鳥灣頭擺嘅農業唔見得咧，10多年來仲冇頭塔嘅後生人，上定多大樣板來復興路街。記到拜5到禮拜開閘時，希望寫外莊人來親門。10多年來，路街店拄人客佔到黏。撥風落水界路行，盞盞燈火照亮兩派路屋，有一種安心嘅感覺。呀，大概去看，邊有幾多條魚，我都係賣摘幾多片啦，嗬。雖然人脈溫理切下去，芭蕉葉時邊有好看有環保嘅拍呢。海邊嘅排魚可能係新鳥灣也是最有名嘅美食。頭一地中意嘅魚肉，交本海邊料理10分鐘，是燒綠綠上桌嘅。用芭蕉葉鋪大嘅魚肉熟咧，並到青菜，連加比色嘅300醬，再個冰涼兩粒結，
确实是有革命美食嘅风范。安布头嘅河参里，二四头是会3芒准皮，5日分2色，脱骨溜肉，日后咬大大，食材系最高级嘅享受。新窑湾当地人最爱食的热上路记按落白菇，白菇到山下巷顺慢来是深得多。海片简简脱脱，丝则捡起来解嫩入，唔好本人黑更多。杏鲍菇、软骨头、矮瓜、白菇，做得讲系时态天王。时态天王唔长过，开创时到铁板叽叽喳喳。切皮介软骨头先落鑊，杏鲍菇撈白菇天然。矮瓜溜到甜味ram邊。万用介300醬落鑊，色香味係提熱點嘅。到鐵板檔表演嘅時間，花季是短短到咧。1秒鐘停停，認出是結束咧。和父母插節目是本人搶上作。一家5條湊上作，搬出擺好，準備來食飯。进来，我们编下来。我服了。OK，编。好。當時係有一個朋友也是那個學生，因為佢食很多咧買魚咧。當時個朋友本佢kiếm50銳，叫佢ăn tốt魚，唔知後尾mình Nga sẽ cả yêu ở xích魚mà，佢俾kiếm được魚來本Nga chỉ，所以就好咯，就sẽ cả kiếm塊鐵板來，就安尼跟嗰個料慢慢做，慢慢一步一步做啦。唔但將海片一家人到羅街熱市做生意，海片的刺口味見未到熱市都擺攤。幾年前，本大家所送平時上班的味見，未可以去買羅家老 ABC。台灣來的印度人啊，會樣板了解羅家食材有啲難。市面七隻嘅意思是係太插菜，容易當場果子沙拉。不過掠到對印尼上嘅了解佢嘅美食，完全冇幫助。到個見來見少嘅鑊度，加比些嘅蝦公醬撈鴨搭湯較強下。煨落去嘅麵粉到鑊度未見來見少，加入幾下較好嘅醬料，攪到大粒細粒，啱啱是做得攪到鹹鹹甜甜嘅羅家醬咧。蜜瓜、沙葛、老黃梨，好食麼？到當地嘅媒體來講啊，應該係肯定嘅。
讲到 ABC 变，我想七只按到八宝变，应该未冇乜嘅大问题。线草、尖蕊、爆竹、鸟眼、风头、四公米，一碗贵姓送上嘅风罗花色，相外表乜嘅料穿做得。啉到牛年高老阿达汤，放射病。日出病到马来西亚的真伤添土。啲人嘅習慣啱嘛啦，好好食咯，食到人家不食，而且增加媽媽味道啊，但係唔要增啦。每件嘅原先係家妹傳來嘅，一手土台六界成人嘅長柱梅，看定成人性格理念。一下愛顧嘅思春屋後輩基地財人，蔬菜生到白辣角冇幾大眼，幾粗硬嘅纖維，做出當地前有名嘅料理米亞白。米亞白其實係蔥燒麵。面線包裝蛋糕的票頭，南去先鋒，來到南莊兩地冇人熟悉嘅土地，有名但像係一個平凡嘅阿伯。特別講年初節係要炒半個細年食，年初節食齋嘛，炒兩面咯，不用春，不用雞，不用蔬菜嚟得咯，不用菜咯。阿伯蔬菜撈雞卵，到了唔是咱去先鋒嘅當地人在做，用當地嘅文法講做米亞白。到翻譯屋卡度，米亞白是係足球嘅下一天愛食嘅一鍋料理。記粒恁撒送來嘅魚，皮削剔切到一片一片。年過睇日長時間咧，屋卡擺過嘅天板很寸當多，而樣板老掠到天板冇到好好先咯，做得拿來做夾心餅。麵粉老雞卵，攪到順順嘅麵糊。魚係餅，天板係心，頭尾夾強下。會見到阿妹帶到平凡嘅花人度，食點普通嘅日餐。盤作蛋，新年嘅天板撈足球嘅米亞白，兩支愛嘅日常對話，又福又笑，唔過又冷漠，幾時唔知咧？新亞灣大概是88年、89年嗰2年，按多嘅都酒卡來新亞灣，嗰下新亞灣一個名啊，按到燕窩小鎮。學人呢係一項真複雜嘅技術，你愛寫人業務，還愛寫幾道作道。我16個月大的時候。我媽媽就開始做燕窩，我們是燕窩養大的。我哥去英國讀書也是我媽媽做燕窩，我能夠去台灣讀書也是我媽媽做燕窩。2008年回來古晉發展了，就想說以加工燕窩的這個路線，很可憐，因為自己本身知名度不高，誰認識你？誰會把4、5千塊的燕窩拿回來給你做？
如果做不好的话，他们会亏本的。从10好的任务，市场一件当恶做的剑锋，并数起来，规屋客人同然极度热。精简揉托是生产任务最适当嘅名词，不过要突出来嘅是说唔得嘅部分，一些写出好冲嘅沙漏乱学，二些写出好强嘅调模。三寫寫開親親手嘅任務，係寫唔出嘅就係日記，一粒托。多寫信件，多面噴圖，前面來來回回緊衝寫，讓任務嘅文理百開，一千讓惡做嘅東西寫出來。2009年吧，是一個燕窩的很大的一個危機。也是我自己本身一个很大的转机，因为我坚持做这个纯手工的，我不做这个药水燕。那时候跌到最低价是800多，然后现在养燕的老板说我不卖了，我就拿给加工厂帮我处理，做手工的，我拿来自己吃。那他们就1个来找我，2个来找我，3个来找我，短短的1个月就能够做到40斤的量。也不断的请人，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反弹。那时候我也慢慢的有新的想法啦，自己就本錢買貨，買來自己做，不用燉，加工嘅做，係咪嘅定機會？等買機會，等佢去到最高嘅個階段。2016年喜從冇貨，需求量增高，那成品呢從7000到1萬，那多那貨就不用等，慢慢買。從從摘下來加下酒媽媽到攝拍嘅新品，而以樹木主最理解供應最美天作，到電站貨下人物圖拓雕模市場概論圖簽骨頭。做燕窩最主要是要有耐心啦，冇學老人家教滿背夾出唔像嗰邊點行來行去啊，的確初時嘅啲8點鐘、11點鐘。最緊啲托，又唔是人家講咪做看人波，夾人波，係按無聊一份工啊。揀好嘅任務，並轉目市場轉到自家屋企用。任務從金融商品、投資理財本來是有風險，輔導社投是有翻身的機會。一啲啲添，慢慢鋪，將鋪得出任務嘅秘示。參到刨線到變通，用最簡單的方式表現人手，一碗人物色彩高貴優雅。舊記到風俗，為提倡散盡海梅，曬到修身養性，從讓人美容到自然不容，也是唔係平凡人過嘅平凡生活咧。
带条插花界染污，冇色冇味，讲物界造就恁啥，皮都向招来拜访，实在冇物界道理。爱讲啊，贵群人从大都市上来强下式染污，你喊系冇可能的事情。不过，到染污台湾的人客见，掠到全部会发生。节目到尾上，罗界巴萨的刘总闹闹热热，未差不多会结束咧。大使来到店头采抢，为来年带来何润希望。大使3忙表演，大家可以用笑面，财运是滚滚来啊！少金搭车重心，自杀嘅强烈嘅水温买落去。挑头方面拢是同流。咩啊？嚟啊，數啊，1、2、3。再嚟。送嘅，送啊！可唔可以送？可唔可以電？電啊！台七架強下出力，登過7指向天堂。一盞油燈火實手劇人上，劇到嘅最高嘅位數係新年福。繁榮嘅羅界巴薩雖然總上跌落，不過呢下還係預示鬧熱熱時嘅美食，到逐禮拜、逐正月、逐年嘅20度高一擺人上。老年輕大專熱帶小景界生發度，羅界度優雅，老幾隻好朋友，國家大嘴鼓，老隔壁鄰舍，山那度此財，老心愛嘅屋企人，在南洋土地上向慈悲嘅觀音樣獻心祈福。分享累了。